伫即届随机攻击，为着要救人牺牲的英雄伊家抢，毋但真有正义感，嘛是一个真温暖的人。伊生前常常到一间咖啡厅看册写字，不时甲一个人客相拄头。虽然毋知影对方的姓名，但是两个人见到面就会微微笑，互相开讲陪伴。这位人客讲：遮尔善良的人，哪会拄到这种代志呢？宁可伊莫安尼做，希望伊平安回家。 位于捷运信义安和站附近这间连锁咖啡厅，就是于家长先生生前最常来的咖啡店。店内常客说，他常常选择坐在最底部的位置看书，而且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。一礼拜会来3、4摆，通常伊先生拢会下晡的时阵来，家己坐伫咧壁角看册写字，有几摆和坐共队主顾客小对象。 后来，两个转变做朋友。运动服，然后都会滚边、荧光滚边的运动外套，然后穿比较合身的那个牛仔裤，对，然后他拉链都拉到这里，对，就是跟那一天在北捷那个画面一样。我就又再回去看，就觉得真的是他，就是我觉得很麻。就算唔知影对方的名字，也毋过接见面，看到熟悉形影，也是一下就认出来。 当时佮咧准备考试查课讲，2当前头一届当着伊先生，有伊陪咧做伙读册到备考，暖心的鼓励，互伊真侪支持。我是觉得他来的时候，我就会比较定得下心，我会觉得，好像我的朋友来了，我们可以一起读书，我在读书，然后再写他的东西，很好亲近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么善良的人怎么可能这样？我觉得他宁可不要这样做。 就是我希望他可以平安的回家。查克讲，伊先生都像伊的心灵导师，高达也是无法度相信，伊因为救人得安尼过往。我其实一直不觉得他离开，他每次离开咖啡厅，他都会跟我说我要离开了，然后点个头微笑这样，所以我觉得他一直在我们心中。佮看怎唔甘，也敢来当做这个英雄，只是心里亏啊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